各位大家好，我係天主教領導學校嘅潘俊仁老師，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嘅2024嘅呢一份文件。成個過程咧會將佢分為3個部分。咁首先咧我哋會簡介一下啦，然之後咧我哋會重點去講下呢一份資訊素養文件，而最後咧我哋會講下我哋學校校本嘅資訊素養框架。咁希望咧今日呢一個嘅課程咧可以幫到大家了解更多關於資訊素養點樣喺學校裏邊推動。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4呢一份文件咧係上一年咧啱啱先推出嘅啫。咁裏邊咧就包含5大嘅範疇啦，包括學習目標、資訊素養與價值觀教育、類別及範疇、校本資訊素養框架同埋跨學科活動，同埋點樣提高教師嘅資訊素養嘅。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4呢一份文件咧，有6大嘅學習目標，包括辨識對資訊的需要、尋找、評鑑、提取、整理、分享同埋表達資訊嘅能力，喺數碼世界裏邊保護自己，點樣創造新嘅意念，應對資訊世界嘅變化，同埋學生可以學習到拒絕不道德地使用資訊及資訊科技嘅能力。而其中最重要一樣咧，就係用一個全校參與模式去推廣資訊素養。文件裏邊咧有明確咁指出咧，實施資訊素養教育咧並非單一個學習領域或者係科目嘅責任，而相關嘅課堂調配同埋校本咧係需要共同協調嘅。咁以下咧嘅跨學科學習領域啦、科目啦、課堂應該係互相配合。咁裏邊咧，教育局亦都提供咗一啲嘅事例俾大家去參考啦，包括咗你可以喺閱讀課啦、科技教育啦、價值觀教育啦、小學人文科、小學科學科或者語文科，甚至乎係班主任課咧，你都可以咧推動呢一個資訊素養嘅教育。成份文件咧分成咗3大類別同埋9個範疇。喺第一個類別，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就包含範疇1，有效地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第二個類別，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就包含範疇2到範疇5啦。範疇2就係識別和定義對資訊嘅需求。範疇3找出和獲取相關嘅資訊。範疇4評估資訊媒體內容和資訊來源提供者。範疇5提取和整理資訊，產生及表達新嘅意念。而去到最後一個類別，資訊世界裏邊咧就包含範疇6去到範疇9。範疇6就係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建立內容和於分享資訊時先作反思。範疇7認識社會上面資訊提供者嘅角色同埋功能。範疇8認識能夠獲取可靠資訊嘅條件。範疇9認識運用新興先進資訊科技時所衍生嘅道德議題。咁一陣咧，我哋會咧每一個範疇裏邊咧仔細咁講，文件裏邊咧係提及咗啲乜嘢嘅。咁喺資訊素養範疇1，有效地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喺第一個學習階段咧，我哋希望對知識產權有基本嘅認識啦，例如明白乜嘢叫做版權，開始注意如何正確健康咁樣使用互聯網同埋電子裝置嘅需要啦，亦都開始注意分享資訊嘅原因同埋方法，亦都希望咧1至3年級嘅小朋友注意線上同埋線下保護個人私隱嘅重要。亦都等小朋友要明白到注意網絡欺凌對個人同埋其他人嘅影響，更甚咧要佢哋知道沉迷上網對個人同他人嘅影響咧係要有基本嘅認識嘅。去到第二個學習階段，我哋希望小朋友咧能夠明白同埋實踐知識產權同埋數據私隱嘅守則，亦都開始認識點樣引述引用參考資料嘅做法。亦都要認識點樣喺互聯網上邊保護自己，
其中咧要包括識得拒絕社交媒體上面一啲唔恰當嘅邀請邀約，亦都要更進一步了解線上同線下保護個人資料嘅重要性啦，亦都要了解分享資訊嘅一啲嘅道德後果，了解網絡欺凌，包括起底、發布謠言、貶義標籤嘅不良影響，並且能夠提出遇到網絡欺凌時應該嘅應對方法，以及拒絕發起同埋參與呢一類嘅行為嘅。我哋亦都要了解沉迷上網嘅徵兆，並且希望學生能夠自我管理，以達至健康嘅數碼生活。喺範疇2入邊咧，第一個學習階段咧，我哋希望學生開始注意到我哋日常生活中對資訊嘅需求，亦都開始注意到資訊係嚟自於唔同嘅源頭，亦都可能喺唔同嘅形式呈現。去到4至6年級喺範疇2裏邊咧，我哋希望學生咧可以了解同埋能夠選擇適當嘅措辭去表達相關嘅資訊，亦都了解到資訊咧其實可能嚟自於唔同嘅源頭，以唔同嘅方式呈現，亦都要學生發展表達所需資訊嘅能力。喺識別同埋定義對資訊嘅需求嘅時候咧，我哋希望佢可以從資訊嘅框架作出考量，例如辨別嗰個資訊係屬於邊一門嘅學科。喺範疇3裏邊，我哋希望學生找出同埋獲取相關嘅資訊。1至3年級嘅學生咧，我哋希望佢開始了解喺特定嘅搜尋準則之下，我哋係能夠找出同埋獲取佢需要嘅資訊嘅一啲嘅方法，亦都對揾出同埋獲取資訊嘅方法咧有認識嘅。喺4至6年級裏邊咧，我哋希望學生了解點樣揾出同埋獲取資訊唔同嘅方法之餘，我哋希望學生能夠判定搜尋資訊嘅條件，例如識得用唔同嘅關鍵字去搜索，亦都希望學生能夠建立到一啲嘅搜尋策略，例如識別關鍵字啦、相關嘅詞彙啦、一啲搜尋嘅技巧啦，令到佢哋能夠更準確咁樣獲取佢哋需要嘅資訊。去到範疇4，我哋希望學生可以評估資訊媒體內容同埋資訊來源或者提供者。喺第一個學習階段1至3年級咧，我哋希望學生可以識別到唔同嘅人其實會保持住唔同嘅觀點嘅，亦都開始注意到虛假嘅資訊，了解到媒體資訊會對個人同埋社會產生相當嘅影響。我哋希望學生能夠確定某項資訊係咪滿足到自己嘅需要，了解到唔同嘅人咧，其實係會隨住時間嘅流逝改變對事情嘅看法，以及能夠認清佢哋嘅觀點，亦都希望學生能夠識得分辨媒體，包括社交媒體所傳達虛假資訊嘅一啲嘅需要，並且能夠運用一啲恰當、適當嘅準則去評估個資訊是否符合事實。希望學生了解到事實同埋意見嘅分別啦，同埋希望介紹到一啲嘅優質嘅媒體同埋資訊嘅渠道，等學生認識。去到資訊範疇5，提取和整理資訊，產生同埋表達新嘅意念裏邊咧，喺第一個學習階段，我哋希望學生能夠閱讀相關嘅資訊，去滿足個人日常生活同埋學習嘅需要。喺第二個學習階段4至6年級，我哋希望學生有能力咁樣提取一啲相關嘅資訊，並且按照一啲簡單嘅方針去進行整理，例如一啲嘅分類嘅方法。資訊素養範疇6，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建立內容同埋分享資訊時，要先作反思。喺第一個學習階段1至3年級裏邊咧，我哋希望發展到學生對資訊科技嘅興趣啦，並且掌握到一啲基本嘅一啲嘅操作技巧。
亦都識得利用簡單嘅搜尋策略同埋特定嘅來源搜尋相關嘅資訊。喺分享資訊嘅時候呢，希望學生亦都需要考慮信息嘅目的同埋信息嘅對象。喺第二個學習階段4至6年級裏邊呢，我哋希望學生顯示出對應用技術喺資訊處理方面呢係有所關注嘅，同時佢亦都要利用一啲嘅搜尋策略喺多個源頭、多個來源搜尋相關嘅資訊啦。亦都希望佢哋認識點樣喺安全嘅情況下邊喺資訊世界同同儕交流。亦都希望學生能夠搜集同埋使用網上或者圖書館嘅資源，進行創作、演繹、安全咁樣分享意念。當中係可以包括文本、圖表、圖像同埋聲音檔案。再者，我哋希望學生了解到社交媒體上邊咧，喺分享資訊嘅時候，好可能係會影響到使用者本身嘅一啲嘅社會形象同埋聲譽嘅。喺資訊素養範疇7裏邊，我哋希望學生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嘅角色同埋功能。喺第一個學習階段，我哋希望學生能夠認識我哋係生活喺一個資訊嘅時代，社會上面咧其實係有唔同嘅人咧會提供資訊嘅。咁亦都希望學生認識到啦，唔同嘅人咧其實可能係用唔同嘅方法表達資訊嘅。去到第二個學習階段4至6年級嘅學生，我哋希望學生認識到唔同嘅人其實可能以唔同嘅方法去表達資訊，以達至咧佢哋個人嘅目的，亦都了解到資訊提供者嘅行為係應該符合道德同埋法律嘅規範。希望學生認識到咧社會上邊咧其實係有部分嘅資訊提供者嘅表達咧其實有違正規嘅喎。對資訊提供者嘅特點咧，應該咧都要有基本嘅認知。去到資訊素養範疇8，我哋希望學生能夠認識獲取可靠資訊嘅條件。喺第一個學習階段裏邊咧，我哋希望學生能夠明白同埋確定資訊嘅來源，認識到唔同嘅人其實係會有唔同嘅觀點嘅。去到第二個學習階段4至6年級，我哋希望學生開始注意，其實資訊提供者可能會將自己嘅一啲價值觀投射喺佢表達嘅事情上邊，亦都要認識到某啲形象同埋表達方式咧，其實係會影響緊我哋對自己或者其他人嘅睇法。我哋都希望學生認識到資訊人士同埋資訊提供者就資訊嘅透明度、問責性同埋持守公平等方面咧，係應該要有所期望。同時，我哋希望學生注意到資訊內咧係可能潛藏緊唔同嘅觀點嘅。去到最後一個資訊素養範疇9裏邊，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時所衍生嘅道德議題，喺第一個學習階段係相對簡單嘅。我哋希望1至3年級嘅學生咧係開始注意到應用喺日常生活中嘅資訊科技產品。去到高年級4至6年級第二個學習階段裏邊咧，我哋希望認識到日常生活中新興同埋先進資訊科技嘅應用，例如一啲簡單嘅物聯網啊，或者依家我哋講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應用，亦都希望學生咧能夠了解到呢一啲對我哋人類生活係產生緊一啲嘅簡單嘅例子、簡單嘅變化、啲正面同負面嘅影響。再者，我哋咧希望學生咧能夠拒絕唔道德咁樣使用一啲嘅新興同埋先進嘅資訊科技嘅。介紹咗9大範疇之外咧，其實教育局份文件咧亦都講咗2個重要嘅範疇，就係包括家校合作同埋咧呢一個教師嘅資訊素養。喺家校合作方面咧，局方係認為咧家校合作咧係對培養學生嘅資訊素養係十分之重要嘅。若果我哋想有效咁樣預防網絡欺凌啦，
保障個人私隱啦，同埋預防沉迷上網等，其實係需要學校同埋家長緊密嘅溝通。咁所以局方係鼓勵家校嘅合作，對子女學童多加關注同埋注意，並且提供適切適當嘅輔導。教育局同時咧，亦都為教師提供咗相關嘅電子學習同埋電子安全嘅專業發展課程同埋資源套，協助學校進行相關嘅家長教育，亦都有講座熱線為有需要嘅家長咧提供咯。教師同埋學生咧，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個別支援嘅。咁所以咧喺呢個部分咧，希望咧大家咧可以更加多嘅家校合作，令到咧喺推動資訊素養呢個範疇上面咧更加順暢。除咗我哋啱啱講過嘅支援之外，其實教育局都有為學校同埋老師提供相關嘅課程資源同埋支援嘅，包括咗一啲嘅專業發展課程，譬如依家上緊呢啲嘅 online course 啦，或者係一啲實體嘅一啲嘅 PDP， 又或者到校支援服務，甚至乎有啲學與教嘅資源咧喺教育局網站裏邊咧，你可以揾到電子學習資源套嘅，咁就希望透過呢一啲嘅支援嘅服務啦，可以協助到學校善用本學習架構，規劃校本資訊素養課程同埋相關嘅學習活動，培育學生有效同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同埋資訊科技嘅能力同埋態度。除此以外啦，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外間機構咧係做支援嘅，咁包括咗咧數字政策辦公室啦、個人私隱專員公署啦、衛生署啦、香港警務處啦、知識產權處啦、各所嘅大學啦，或者係浸大事實查核啦、香港青協啦、IPA 等等等等。其實有關呢一啲嘅機構協助學校設計同埋規劃資訊素養課程同埋相關嘅學習活動裏邊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到教育局嘅網站裏邊揾到相關嘅資源圖。